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实在讲，做田人真辛苦，做田人的心声真罕得有人会听。啊，实在台湾对日本时代迄当阵，都真要紧，但民间伫咧拍拼的农民运动，其中台湾出名的文学家杨贵，伊捌写过一条农民谣。虽然讲到落尾，人流行歌原来有甲扣这个形体出来写农村曲，不过农民谣的歌词实在比较农村曲加真力头加真美，要针对这个艰苦人的心声，画了更较清楚。大声头一拍的歌词讲：透早就出门，天色也未光，艰苦无人问，行到田中央，行到田中央。为了过三顿，唔惊田水冷酸酸。炎天赤日头，做甲过中昼，非着歹低头，接地灌水流，为着汉子大，唔惊中昼我年热。是啦，做田人真正艰苦。啊，是在过去台湾若无这做田人，无法度今日经济进步。你讲看有影无？毋那日本时代，台湾落尾真侪农民艰苦的心声。要紧就是来到将近要解读解严迄个时代，大声才发出来。上界重要，台湾历史上离即当阵也那将近30-40档咯。520农民运动的事件，迄就是台湾农权总会所领导。啊，迄当阵台湾农权总会谈台湾南北二路，拢有真侪含农民组织斗阵、起做伙才会团体。尤其农权总会到即马，佫继续咧运转呢。互人真怀念，就是农权总会内底一个会员，咧替农民争取权利，一个基层的人员。伊是无名的小卒，毋过伫咧4月初7，郑南榕放火烧家己，讲国民党无才调掠着我的人，敢若有才调掠着我的心思。迄件案件发生了后，为着争取100%言论自由，牵出台湾独立的主张的郑南榕放火烧死家己了后，经过个月，5月19，伫咧总统府头前替郑南榕办告别式。这个争取农民权利的基层无名的小卒詹益华，伊原来放火烧家己。詹益华留落一句话，伊讲：我见摆若咧压低头担的时阵，常在拢咧思考讲台湾社会上艰苦的弱者伫倒位，因变做弱者又阁是甚物款原因？是甚物款人来造成？是甚物代志来演变？我家己定出一个方向。跋倒变做弱者遐个人，我绝对徛在要甲伊扶持。这就是5月19放火烧家己詹益华，这个农民运动的人士真正基层的心声。国政今日讲出来，甲你互相探讨，咱都要体会讲，农民的艰苦才有台湾今日经济起飞、经济进展的成绩。你讲看有影无？